千万佛百姓，명해山岗太跳呀自家，天空不分模样，乃神梦做英雄，强雄树下脚条，蓝蓝一条下，关心随意，插脚踏，地比天条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你好，我们是《工商时报》的记者，是来采访邱家贤理事长。这是记者证。你好，我是主播，你应该有在电视上看过我吧？好像有点面熟啊。那帮我先登记一下资料吧。你好，送便当。送哪里的便当？哦，212会议室。前面直走，左转，再右转，就看到了。哇，谢谢哦。谢谢。就跟你说，我们是来送花的，你不让我们进去，让我花放这，出事你负责啊。走了啊，进去，送了赶快走啊。谢谢啦。加油！这样，你也得喊孙希嘛。孙希，冇乜嘅問題。车手机按指示哦，也拜麻烦来听数。唔會啦，人家經紀公司一直想愛走秀、做 model， 也係做戲，根本身份係供應嘅。家啲門口很少嘅咯。謝雅玲，根本唔免來搞嘅，你較真點掉啦。你懂 serious 呢？我前期嘅案料還蠻多啊。喲，係啊，不賭到乜嘅問題。來嚟，格格。冇事情哦。是啊，大家看過，休假日就地都快飛，坐到地檔主持表演追去。你有確定冇？確定。好，安尼，加拿貨拿出來。是。根据第3届产业汇报显示，我们在自己的国内投资成本越来越高，市场成长呢也呈现停滞，产品越来越微粒化。邱家贤理事长，华为无故取消3届奖金这件事情你知道吗？员工自主工会争取权益，却叫公司恶意解雇，造成工会理事长叶国阳先生抗议时猝死。这件事情你知道吗？
事情发生以后你并不见面，今天麻烦你给我们一个交代。邱家贤先生，这里有你的工会代表，大家都在看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。我们要的只是一个答案。我已经叫我的秘书去请公司负责这件事情的人过来了。你们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好好的开会，不要这样子闹下去，这样很难看啊！你现在这么觉得难看啊？你压榨劳工打压工会，你就不觉得丢脸？我已经说过了，给我一点时间，可不可以？好吧，既然您愿意解决，那我们就在外面等您开完会。邱家贤理事长，我们在会议室外面等你。对不起，打扰你们了。我们出去。总常务董事长，大家准备来谈谈。我刚跟雨桐通过电话，他知道我们见到邱家贤之后，也想跟他见一面。他现在在赶过来的路上，我去侧门等他。好，给你加加去。生日，今日請幾隻秘書確定咱是做得了邱家賢開會。好啊，加加。唔知宜晨姐根本有請來。而且講按外來天數，反正係冇事情出來啊。冇想到根本已經行到暗處嘅咯，唔知等下談判係乜嘅局面，很緊張哦。等一下，你唔好聽人叫你比談判較好。用嚟講啊？談判不是會出現激烈嘅場面，無關方案中會發生乜嘅衝突，冇聽錯會有肢體拉扯，其實都危險，影響係流動冇被處好。要每次都壓下錢，媽媽錯呢。人家以前幾隻秘書冇生意談到邱家賢啲嘅講天花，佢講我請律師過來呢。啊你啊！先前公司就是請律師寄存證信函本來條，根本已寄到請律師來，我看有冇奇怪。冇相關啦，基本的法律常識哦，我老宋你應該很耐好啦，都是看見到出馬嘅菜。不好意思，让各位久等了。今天除了我们公司高层人员以外，另外我也请了律师来参与这个协调会，希望我们今天双方能够达成共识，解决问题。这位呢，就是肖立祥肖律师。肖律师，请坐。既然大家都到齐了，邱家贤先生，首先是不是请你先解释一下，公司为什么可以擅自降低员工的劳动条件？工会只要抗议，公司马上就寄出约谈、寄存证信函，还有停止解雇这些打压的动作。你知道吗？这样一连串的行动，最后导致工会理事长叶国阳先生的过世。我想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的地方才对。我一向都是以感恩祈福的方式来管理公司，我们公司的福利比其他公司都好啊。董事长说的没有错，公司绝对没有打压工会。你们都已经害死一个人了，还要说谎吗？我方已经清楚说明立场，绝无打压工会意图。好，那叶国阳的死，你们要怎么向家属交代？这方面，公司会根据抚恤金依法处理。
你所谓的依法处理，也只不过是在不愿意承认打压工会干部致死，也不愿意赔偿责任的情况之下，按照法律用最低的价钱来谈而已。但是生命是宝贵价值的，怎么可以用那么轻率的方式来认定呢？现在职裁认定的相关法令，并未明文将不当劳动行为纳入认定标准。为什么？因为两者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。而且你们口口声声说公司打压工会，但这一切都还在调查期间，裁决的结果也都还没出来，不是吗？至今都是你们单方面的认定事实而已。既然你说公司没有打压工会，那为什么要解雇工会的干部呢？这部分之前公司人资部已经针对离职员工清楚说明过。不过刚刚邱董事长跟公司内部沟通协商之后，愿意释出善意，以7折的薪资并回工会里的离职员工。明明就是你们无故解雇在先，现在却一副施舍人的样子。什么叫做7折薪水聘回员工？你们是在开玩笑吗？另外，除了薪资部分，我想要知道，你们针对年节奖金被删减的部分会怎么处理？这部分公司会根据营运状况来商讨奖金的部分。我们现在就要知道答案。公司已经清楚表明立场，而且邱董事长也愿意释出最大的善意，以7折的薪资并回工会里的离职员工。今天就到此为止。我之前都不知道我先生有多辛苦，直到我今天跟你们面对面，看到你们上层打压下层的方式有多可怕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先走。邱小姐，凭什么这样对我们呢？我劝你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。这里有监视器，如果你们乱来的话，恐怕会对你们不利。对啊，真成功啊！医生这个朋友，你有冇华为变福利时啊？家下小李上行业来嘅世界，我在你下对，姑嫂不要做事小李上啊。佢要來接過醫生下班，見過一面。醫生，一隻小律師有屬實係冇？不過我冇想到會啲阿杜到嘅。等下，是下兄啊，你講唔記得認識對方嘅啲事，假如佢先唔記得啲廠就有問題嘅咩？你講嘅啲事喺本公司派到手眼嚟咧。俺有冇定人家都不老講好了，有件事情說得冇啊？喂，你看你講清高渣呢？老丟人丟頭擺丟呀哈，真是不你手眼呢，那你冇你手太高。我切，注意你態度，莫冇禮貌。是唔是？唔係佢啊，你。好嘞。建明，唔是少，老天們聽說會老人丟天數誒。文生。你要去哪？我喺門看到小李上，送來很用哎。小李师，今天表现不错。客氣。不送了，下次再找你。慢走。啱嘅，你有冇做壞嗰啲事啊？莫生唔啲華為對員工幾拜幾冇良心係。我你去條下接咧，就冇辦法記啫。我想過，我有會主動，不過因為工作專業，我喺決定冇時代下老聯絡。
顾总完全认同华为对员工做一个调事。做一个历史，我的经验就让他夫妻间问题争取权益。虽然家人讲的话，听起来都冇唔错，我搭句话做动人，我办是本土。我老都唔做历史，系需要帮助需要帮助嘅人嘅。需要帮助嘅天经得三年都冇强用。这个讲，这个世界无想按文情，公完公司完事。就算我老人企到对立面，你老人对你嘅感情都冇关系。医生，我娘奶奶好冇？我冇留难，不过华为也叫安尼，楼梯面听说会清场的，我真见咩唔想，让佢到对立面，冇可能，人真要行上冇强嘅路诶。医生。呢件事情结束，应该好好讲一下好冇？基本的结果，我了解到，向我们公司是条路的公费官铺讲的，大家都用市场薪水转移做些讲法，全部接受的。用我安尼咯，我老豆他敢唔会答面张错啊？这条公费的官铺哦，全部都有7家家庭的照顾，遇到惩罚他个也无奈何，再讲协商安救的，还看他个也真难听。重讲，讲有讲人的困难。老实讲，也7家要安怎转移做事啊？李先生，你用不改变主意啊？做本也无对不卡，公司的经理就打电话问下朋友，一定下不卡用到钱，也唔了现来请谁做。幸好，他朋友叫到哪来讲，他讲俺唔转移做事，佢就要拿离婚。是否啊？做起同样就较死死。算准也就是要工作，掌握用亚种一级打杂的方式，向公司的干部转起上来。目的啊，就要破坏公司的团结，也就冇被骗啦。盛员讲的冇唔错，证明你也真正的放弃嘿。冇啥，你唔记得公司系用的大公费，一部分当公费的代线。冇啥。你唔记得嗰样用的死的？佢当然记得啦，不过我用个身份压力呢，有抚恤金算茫茫，我真嘅唔想安尼讲。不过公司的经理也讲，你嘅盈利抚恤金唔大，怎么就请教听说的唔咩嘿？余先生。你安样讲，太超过了。老实讲，我根本唔在意买个抚恤金，他有钱，总冇办法本国养饭上。我在意系，我要争取员工的权益，做得本国养嘅公道。安尼，你怎唔会拍拍牺牲？是的，我真嘅有一波台下照顾，我上次贵阳提出这里跟他做法。谢谢。
你嘛给啊？叫呀公比公布，就会中医上班哦。叶太太，以下按算按样去做。俺按算长多大，俺就会涨价还有一，我一定要亲眼目睹公司道歉，改善员工的福利为止。我赞成雨桐的想法。如果资方他们不打算改善劳工的劳动条件，不愿意低头认错的话，我建议抗争到底。俺妈赞成继续抗争。迄讲啊，做到办烂餐的就停下了，按你做迄呀，弃菜脂肪，按样的重要。虽然人家都有强势，不过还是爱谈公费多数人的意见。也件事情，喺冇公费的支持啊，人家都就冇办法做下去。接下來，人家就愛想辦法，本李先生留公費嘅幹部拔頭盡支持人家。黄晨，你怎么了？你今天下午去找肖立祥之后，回来就闷闷的，是不是他跟你说了什么？其实也没说什么啦，只是我心里觉得好难受哦。以前我总觉得立想哥为了成为一个好律师，真的非常努力。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好律师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名利的象征，不再是帮助弱势。我真的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。我知道，因为立场对立，你心里一定很不好受。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这是我没有办法改变的。所以，我们只能努力，相信自己的价值，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，这样就好了。谢谢你跟我说这些。你今天没骑车来啊？那待会我们一起。何英泰，快些，我起唔起夠操誒？冇啊。安尼就好。刚刚喵喵他天发本来，佢講佢想攞你公發，你做得聽下再希靈冇？好啊。但唔俾我想望下咯，我想落嘢。大字杂志100块，大字杂志100块。大字杂志小姐买1本吗？阿爸，你刚才去使用中心看護，英文章認出來做些，開到還蠻好完成呢，做乜嘅唔去困難？哎呦，這使用中心，幾日來民眾，唔咩衰末就食飯。我實在拄唔掉，你看，我買下條雜誌啊，雖然沒講賺多少錢，我還有一個派報社貼廣告牌呢，也擺派報社注意望人望望，我就啲個想，做我較上強頭嘅，唔是佢叫啊，我就做嚟賺多錢以後啊，我就做嚟搬出使用中心。
不过收容中心做得不能继续待啊，你怎么给俺丢紧搬出来啊？这样是啊，我伫街路头流浪的时间，看到很多比我较才高、比我还较需要人听书的人，我就想哦，我要自立自强啊！赚到钱以后，我就伫我辈啊甩我们呀，收容中心就这样不就待呀？安尼真好啊！若本来汉强啊，阿爸我总去街头流浪，无想到会安尼想的。唉，后摆啊，那个人生哦无目标啊，总系啊对自家又无自信，因为到阿毛就糟蹋自己，破坏家庭哦，要帮人弄散下去啊！也摆哦阿小，看来人啊签宿舍同意书，那幸福这个小，无听来两次呀，嘿，还有点希望哦。只要有机会，哎，还是啊会补上。虽然阿上比较好，係真有名嘅泰律师，也無煙太人係賺啲錢。不過啊，嘿，係做不完啊，係自立自強啊，你講什麼？阿爸，你头摆做些促成这间公司，我做华联，董事长我做邱家贤，错嘛？哎呀，你用乜電啊？外條案叫啊，啲個處理個勞資糾紛個案呢，咩留一個邱家賢有關係？哎嘛，哎，你哋絕對啊做唔得邊個？哦，一邱家賢啊！當要素呢，這樣事啊，那出賬嘅時間，公司啊完全唔得唔滿啊，那就表示佢個公司冇重視員工嘅福利咩？哼，我是冇錢，我係有錢哦，搶律師，那絕對冇變過佢啊。算啦，你喺羅地面，香港有需要，做得請阿上哦，讓佢聽說打官司啊。也係真有名嘅泰律師呢，係冇？雖然家人講嘅話，聽起來都冇錯，我答嘅話都動人，我擺是本土。我都唔做歷史，係需要蹦出時要蹦出嘅人。上網上我吃力，唔知冇？這樣事阿爸做上過後，對佢無得無滿嘅這間公司，調價需要一下華為嘅調價，邱家賢。吕先生，有，你有冇得呀啦？李先生，你昨天所說的，我能夠理解，我也能夠理解那些被解雇的工會幹部成員，他們每個人都有經濟上的考量。但是可不可以請你們再等一下呢？如果現在接受資方的條件，他們一定會更加有恃無恐。只要一旦屈服利益的誘惑，那你們
很有可能就变成永远弱势的那一方。组织工会，就是为了要提升劳动意识，为了让大家能够有更好的劳动条件。但是现在劳动条件并没有得到改善。如果你们现在放弃抗争，那就是等于放弃自己的权益，那就是违背当初你们加入工会的初衷，不是吗？再说，就照资方所讲的，以打折薪水聘回员工，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压榨，不是吗？而且说不定他们会对你们进行第2次的裁员，那到时候你们就更没有筹码和他们谈了。甲迄讲技术劳公司对抗下去，应该就安怎下去叫伊事情？应该免唔对。不过，至少要等到裁决结果出来啊。吕先生，我们不能任由资方降低劳动条件，所以我们才会要求，除了恢复3节奖金和支付金之外，我们还要要求以全薪聘回解雇的员工啊。甚至，我们还可以向劳动部陈情，请他们给华为压力。所以拜托你，再坚持一下，和我们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好啦，袂滴啦。要不然分享款款啊，根本伊要打电话去问其他公司干部，伊都开掉，啥物都也就这个，就在边一包款啊。案子谁？喂？啊？找麻烦啊！先要走，先要走。是。你站在这里会阻碍到大家，请你离开。我不走，错的不是我，也不是我先生，是这间公司。我要为我先生讨一个公道。小姐，我求求你，你这样会让我很为难。不好意思，让我们处理吧。不好意思，赶快带走他吧。雨桐，还没讲好嘞，若要捞你骗数，我让你想办法。哎，阿嫂，家豪先生当然我的亲爱。会加听技术劳公司对抗下去的，唔放心，若要以请其他公司官府，现在甲也冇放弃，天才公司本伊才交代。雨桐，以后你才会懂辛苦。为了喵喵，你一定要坚强，一定要撑下去。对吗？我们回去吧。没想到这些工会干部居然不接受公司开出来的条件。还有，刚刚那个带头的李建敏打电话给我，说他们会坚持抗争到底。哎，肖律师啊，你觉得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我还在收集资料，目前我们先静观其变吧。啊？哎，这搞什么啊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要做，
就被动的等他来找我们麻烦？当然不是，我猜以工会联合劳体盟的力量，协商破灭，他们一定会引发大型的抗议活动。如果抗议活动影响到工厂的话，公司可以报警处理。另外，抗议现场引发肢体冲突的话，我们公司一定要全程录影搜证。也要欣赏个 Facebook， 加 Facebook 度做迄记老母的相片，加某伊喵喵长7岁，假用时令你阿爸作sống输到的痛苦，也还要个7岁的细阿妹，要人假用是强用。下注老法比可批的时间，你讲静观其变，客户会知道根本无准批呢。我正向你嘅想法治疗啦，韩国讲比讲不经过混乱，也真正好，我想无案件要行通啦。系哦。好啦，事情要变怎样会含伫咧，唔是讲生意掉诶。迄讲大洋官司。要摆你是非，做得本唔满意减负咧，好好表现，对吗？会的，先落去。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！好看的大字杂志，1本100块，先生来1本吧。来，大字杂志，大字小姐，来买1本。好，100块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大字杂志，大字杂志，买1本吗？没想到你会愿意去看你爸，你已经原谅他了吗？我猜你的家庭环境应该还不错吧？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经历过一些什么。原谅这2个字，是那些不愁吃穿的用了同情人的教化手段吧？我从王一晨那边约略知道一些你的事情。你说了没错，从小到大，我的确是衣食无忧。但是在我小时候，我父母就离婚了，他们分别在国外去追求自己的生活，却丢我一个人在台湾。虽然我是阿婆带大的，但是从小到大，我都觉得很孤单。我不知道怎么跟人家相处，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做朋友。虽然我曾经恨过我父母，但父母也是人啊，他们跟我们一样，遇到挫折会软弱，会逃避，就跟当年你爸一样。
你刚刚说有话要跟我说，就这些吗？我是要问你，你打算替华为打官司吗？我觉得王一晨因为这件事情，他相当痛苦，非常低落。如果猜的没错，你喜欢王一晨，对不对？我不打算逃避，也不打算说谎。我是喜欢他。那我劝你放弃。我会跟王一晨结婚，我会给他幸福。你根本没有必要跟我说这些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打算跟他告白我对他的感情。不管将来你们会不会结婚，只要王一晨幸福快乐就好。但是有件事情我必须跟你说，你在王一晨心目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，所以华为的事情可以请你再考虑一下吗？既然共匪官铺激天空前多代，近边个俺也就做了研究作战的计划。26个月早晨8点，老铁们老共匪官铺全部恐吓游击抗议，俺也就到山头市协客、行林省北路、左挖北平东路、右挖天津路，一直行到路通铺的头前抗议。27个月，俺也就弯到华为的工厂面头前抗议。目的啊，喺我本工厂冇办法运作，也但遇到贵人，不管发生乜嘅事情，大家在变多大。华为化学，华为化学，打压工人，打压工人，华为化学，华为化学，逼死人命，逼死人命，华为杀人，华为杀人，道歉赔偿，道歉赔偿，华为杀人，华为杀人，公道已死，公道已死，还我公道，还我公道，还我工作，还我工作，华为化学，华为化学，逼死人命，逼死人命。今天我们上街游行的目的，就是要让大家知道，华为化学草菅人命，不顾劳工的权益。在这里，我们要提出严重的控诉。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喊口号：华为化学，华为化学，逼死人命，逼死人命，华为化学，华为化学，打压工人，打压工人，华为杀人，华为杀人，公道已死，公道已死，华为化学，华为化学，打压工人，打压工人，华为化学，华为化学，逼死人命，逼死人命，道歉赔偿，道歉赔偿。促请劳动部给予不良企业华为压力，请华为董事长邱家贤先生拿出最大诚意来解决问题。我们的要求很简单：第一，请华为给予过世员工家属重业赔偿金；第二，请华为立刻停止打压工会，以全心批回解雇的员工；
恢复其应有的劳动条件。华为化学，打压工人，打压。今年的工会同劳工团体先合起的游行抗议，还去到劳动部头前澄清，希望本员工的不抗议一得交代。我们强烈期盼劳动部能拿出作为，给我们一个交代，否则叶理事长死也不会瞑目。华为化学，打压工人，打压工人。喂，我是。他们打算明天到工厂前闹事吗？已经跟警察局那边打过招呼了吗？好，我知道。这你如何？金纸、打火机还有鞭炮、绳子都已经装在箱子里面去。怎么办？我觉得明天抗议现场会很激烈。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，但是明天我跟盛爷他们没有办法好好保护你，所以你一定好好照顾好你自己。放心吧，我会见机行事，你要注意安全哦。唔了安上停工引起工厂抗议的嘛，有感人关系请警察到现场，到时现场可能会有冲突，唔可以轻易。飞翔哥传讯息提醒我们，明天可能会有大批警力到现场。没想到肖立强会这么做，他或许已经改变心意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传这个讯息过来，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帮助。总之，明天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华为杀人！华为杀人！道歉赔偿！道歉赔偿！华为杀人！华为杀人！公道一死！公道一死！还我公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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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华为杀人！华为杀人！道歉赔偿！道歉赔偿！华为杀人！华为杀人！公道一死！公道一死！还我公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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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华为杀人！华为杀人！道歉赔偿！道歉赔偿！华为杀人！华为杀人！公道一死！公道一死！还我公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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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华为杀人！华为杀人！你们已经堵住我们的大门了，严重影响我们的作业程序，请你们立刻撤离现场，否则请警察抓人。我们就是要来瘫痪你们的生产线！对，我们就是不走，我们就是不走，不走！台大名字，妨碍社会秩序，违反集会游行法。警方现在第一次举牌，命令解散。盛爷，这样不是办法，我们用绳子吧。什么绳子啊？我们用绳子结成活结的套索，套住我们的脖子，这样只要一拉扯，我们就会勒住我们脖子。我相信警察这样都不敢动我们的。可是这样会不会太危险了？如果他们真的有动作的话，可能会出事。我们都做到这个地步的，他们不敢的。盛爷，怎么样？这招太危险。但是我们能走到今天，都是有你们的帮助。我对你们有完全的信任。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们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华为杀人！华为杀人！公道一死！公道一死！妨碍社会秩序，违反集会游行法。现在第二次举牌，命令解散。这也中了啦！好，我们跟他拼了！
我拳，拿绳子，或者找绳子，我们去哪？华为杀人！华为杀人！还我公道！还我公道！华为杀人！华为杀人！还我公道！还我公道！三明治妨碍社会秩序，违反集会游行法，现在第3次举牌，命令解散。华为杀人！华为杀人！公道！公道！还我公道！명해산강 타이跳呀刺江天空我分模样哦哦哦乃神梦做英雄强雄树脚脚心碎，插腳他地味天地。哦哦哦。小原子来抗议，喊同警方上大批杯。现时基金地有几下3人挫伤，送医院。警方被就妨害公务罪同部分的公民人士捉起来。苏美姐，不是，要喊我来哈，孙杨老医生哦。唔是啊，警察本来你去，警察来就市场我买单啊。市场在抗议现场在大孽嘞，本警方收听，但下警察没有去医院整形英泰呢。哈，因那个总统用诶，有2抽嘛？小美。孙杨。孙杨医生，你有冇事情哦？不是小啦，是违反集邮法了，妨害公务厅厅的。不过那一条啊，我中牌了。陈呀，不管买个签名，也少人卡承担。挨到老提名按叫的，1000块1000单，冇差呀2条。那审视情判，唔是来逗闹念啦。唔过，好啦好啦，谈下个啦。李司长呢？嘿呀，迄李先生老英太也喊入来。李先生几多？迄强爽都出现嘞。英泰嘅爽较严重啦。哈？佢爽得咁严重哦？早先跳我背，你跳啦，見本應愛去，乃為做事，按做 everybody， 愛開用笑面哦，兩下馬路紅，查案多，有人行動行，有人冇方向，按到故事隨時。